方面，大家可以喺朗屏 B 出口乘搭 K66巴士前往大棠有機生態園方向，車程大約51分鐘。不過都係建議大家搭的士，因為地方偏遠，車程只需要20分鐘，車費大約80蚊一程。我好希望係去緊機場。落車位置就係大棠有機生態園，附近其實係荒廢咗嘅車場同地盤，不過最近呢就開咗一間 party room 啦，係香港版嘅 Family Mart，係100% 複製。淨係喺出面影相呢就已經好靚，不過入面嘅設施呢就好簡陋。Hello， 今日我哋嚟到 Family Mart， 呢度呢係超似日本，跟住後呢，佢隔離係一個廢車場嚟嘅，但係呢超級無敵多蚊，我俾大家睇下，黐線咯，勁大粒喎！我都係啊！哇，呢度勁大粒喎，咩事？哇，我最少10粒啊，勁誇張咯！呢間 party room 係2點鐘開門嘅，所以建議大家開門之前過嚟影相先冇人嘅，因為入面其實可以唱 K 啦，同埋出面呢係可以燒烤。而家影完相呢，就準備離開啦。我係特登買咗呢一套日本校服今日影相嘅。我紮埋孖辮係青春嘅痕跡啊！因為呢度呢，我連呢個襪呢個位都有咯。我唔得咯，好黐線啊！佢嗰嘢啊，佢勁大，佢上面嗰塊嘢勁大咯，好似好食咁。係啊。係鬧到個 tiramisu定鬧到個窩夫咧？唔知。佢鬧到呢個。我係假。咪先，咪先。我都幾多。今日我哋嘅日本之旅又去到尾聲啦！如果中意我嘅片，記得 CLS 啊，拜拜。